歡迎嚟到加利利湖。主耶穌大多數嘅神蹟同埋教導都發生喺呢個湖同埋周邊嘅地方。好多聖經嘅學者都稱耶穌嘅教導為第五福音。喺呢度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揾到聖經記載嘅地點同埋事件，例如迦百農、哥拉汛、馬加但、革尼撒勒、約旦河，呢啲熟悉嘅地名都可以讓你親歷其中。當我哋坐船橫到加利利湖對岸嘅時候，你可以睇到主耶穌趕鬼入豬群而豬群投下海嘅地方。冇幾遠係主耶穌用幾條魚、幾個餅餵飽幾千人呢個神蹟嘅地方。聖經記載耶穌行嘅神蹟仲有好多都係喺加利利湖周圍嘅，包括主耶穌復活、顯現、醫治病人、窮人得安慰、被逼迫嘅得自由等等。加利利湖希伯來話係 Kinneret， 有人認為可能係取自希伯來豎琴 Kinnor 呢一個嘅詞語，因為加利利湖嘅形狀就係好似豎琴。呢一個係世界上最深嘅淡水湖，水平以下215米，長21公里，闊13公里。魚類產量非常豐富，因此一直係羅馬軍隊安營時嘅主要食物來源。加利利湖主要嘅水源係嚟自約旦河，佢係黑門山脈積算融化嘅水，同埋另外3條水流形成約旦河上游，喺北邊流入加利利湖。喺唔同嘅季節時段，湖泊嘅狀態會有急劇嘅變化，由藍色變成綠色，由溫柔變成狂暴，由平靜變成洶湧。馬太福音話俾我哋聽，主耶穌獨自上山去祈禱，到咗夜晚，門徒喺風雨中將船駛去湖嘅另一邊。當時船喺湖中被風浪搖曳，耶穌喺湖面上行去門徒嘅方向。門徒睇見耶穌時好驚，大叫是個鬼怪。耶穌對佢哋講：你們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當時彼得請求主耶穌俾佢可以喺水面上行去耶穌嗰度。主說：你來吧。彼得憑住信心喺船上面落去，行喺水面上。但係好快，強風巨浪使到佢個信心動搖，將要沉落去嘅時候，佢就大聲叫：主啊，救我！耶穌立刻伸手拉住彼得，令佢企穩。你這小信的人啊，為什麼疑惑呢？主耶穌嘅話語喺洶湧嘅水面上回蕩，風漸漸減弱，海面恢復平靜，門徒同埋彼得都好安全。而家我哋喺呢個湖上邊，讓我哋默想自己嘅困境同埋疑惑。我哋不要懼怕，因為上帝會安慰佢嘅孩子。你聽到呢啲聲音嗎？多謝你嘅收睇。如果你想睇呢個視頻嘅完整版，或者想了解更多嘅信息，你可以點擊以下嘅網址。